姚李文答吼，但是我今仔日要改题目，无讲海德堡姚李文答，我要讲啥？我要讲第10条戒。是安怎开会安尼呢？因为我发现吼，这个天主教甲路德会、信义会啦吼，注重第10条戒，咱的10条戒拆做第9条甲第10条。啊，伊就用第1条甲第2条合做一条。啊，伊安尼的时阵违背圣经内底的解说。但是咱即马对圣经新的考古学，咱来发现讲，哦，天主教甲路德宗是对的。好来，我来读，互大家听第10条戒。出埃及记第20章17节安尼讲：恁毋通贪恋人的躯体，也毋通贪恋人的某、萝卜、女婢、牛、驴啊，甲伊一切所有的。这是出埃及记第20章17节，讲到先讲到这个躯体，到尾啊咧，自从这个人的某含躯体相比拼。换句话讲，打出埃及的时阵，妇人人的地位不止少，不止细，细甲互人当作甲躯体、牛羊、女婢做伙变作是人的财产，安了解吼？啊，但是到着申命记第5章21节，我读互大家听吼。毋通贪恋人的某，也毋通第2项啊吼，也毋通贪恋别人的躯体、残垣、萝卜、女婢，甲伊一切所有的。这个申命记吼，咱申命记是后壁过来，所以摩西就改过来，讲埃及人就将查某人当作是一个物，哦，这袂使。上毋是上帝意思，因为伫创世纪第1章26节到28节，讲上帝就造用伊的形象来造人，佮造男造女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查某人毋是物，毋是我含查某人的关系，含我的妇人人关系，袂使讲 I and it， 你是我的物，你是我的附属物，吼，安尼啊，较早吼，全迄个汉人的文化。拢总就将妇人人当作我的物，啊！较早这10条戒来讲，我的物你先做后替伊，啊！你先做贪心，啊！这就是10条戒，这个才出埃及记。所以第申命记就无共啊。申命记讲，咱含妇人人的关系是 I and thou， 我甲你互相拢做主体，所以夫妻爱啥相赢，两边拢赢。袂使讲男重女轻，男活女死，吼安尼啊！啊，但当然台湾人哪有轻视查某的啦吼。迄我好朋友伊真正迄我较早一个学生，伊是足够读册，伊读台大外文系啦，因小妹哦，因小妹交大电子系啦，足好诶迄落。啊，因兄个迄个海洋行业迄落航海系，因阿嬷就气甲讲，你毋肥着狗。啊，咱台湾人嘛有轻视某，讲哦，性子啥野噪，性囝不好，啊，性某吵闹，或者就当作女婢安尼，这拢毋对。照申命记的来讲法，你毋通贪恋别人的某，安尼好，安尼了解吼。后来咱先来分这2项，今仔日这个10条戒其实2项，照申命记2项，第一就是讲，你袂使贪恋别人的某，当然意思嘛，你嘛袂使贪恋别人的翁，安了解吼。啊，这个第2项就是讲，你袂使贪人的躯体、残垣、人的女婢，甲人的什么安尼，人的心劳、人的员工，安尼意思是对哇。后来咱先来讲，袂使贪恋别人的某，甲别人的翁。啊，这甲10条，这是10条戒。啊，甲第7条戒有啥无共？第7条戒讲你袂使奸淫，但袂使奸淫。这2项其实有差别哦，真正差别。所以第10条戒毋是咧中复以前这个界面，啊，你要来做一个总结，毋是，伊特别讲到啥呢？来，第7条戒讲你毋通奸淫，因为吼，你若惊奸淫，你是得罪上帝，得罪你家己，你嘛得罪你家庭所有的人，因为你若安尼行是，你这个子孙看到你这个家庭真败坏、真朽烂，啊，你规个家庭就害，我感觉。奸淫吼，咱拢无注意到，这奸淫吼，其实是啥？
是会遗传啦。这个顶丝吼，顶丝无正，顶悬无正吼，上梁不正啦，啊下梁歪啦，啊顶悬做就安尼啊。所以像阮祖啊的不羁，将孩娶七个某。啊，阮爸啊，阮的爸啊，迄边个规个家族内底拢安尼。啊，阮老爸这边无，阮兄弟无，拢无。啊，所以哦，这真害人会看样学样，啊无样佫会家己想。啊，所以这个概念内底，毋是讲恁两个人的问题，是你规个家庭的问题，甲你家族的问题，对毋对？了，台湾最有名王永庆，怎么传落因囝，啊，怎么搞因孙啊？啊，一落，伊这若无真正信主吼，无决断吼，这一直落，这百门风。啊，但是咧第七届的意思无共，第七届讲吼，这第七届意思讲，我毋但去尊重我家己的婚姻。我毋是我对我的婚姻，我袂使家家家人，我爱真正忠心，但是我嘛同时尊重别人的婚姻，安了解吼？譬如讲，我欣赏一个姊妹，但是人个姊妹人伊家己有丈夫，所以我着爱尊重我家己，我有结婚啊，啊我嘛爱尊重讲人已经结婚啊，伊含上帝誓约，伊是全部属伫伊的翁，安了解吼？啊，我嘛袂使对别人安怎？人个翁若嘛是，伊嘛是有伫上帝面头上誓约，所以这是双方面的，安了解吼？这双方面的，所以我忠心伫我家己的婚姻，我嘛尊重我的厝边，人伊含伊的兄弟已经起做婚姻，啊不，我的兄弟已经含伊的夫人起做婚姻，啊是我欣赏的这个夫人已经含伊的丈夫起做婚姻。因的婚姻是神圣的，我的婚姻是神圣的。我唔答应，我袂使搬过这个范围，我嘛唔爱互伊搬过范围，这是双方面的尊重，安了解吼？所以这个，那安尼我心内莫想着贪，啊那安尼的时阵吼，这一个麻烦的是讲吼，即摆这个社会啊，男女较早是含较早无共。较早是男女授不亲嘛，啊，即马男女内底哇，拢做伙甲足侪机会，啊，所以免怎咧？即使我若是真正下意着别人的某，还是别人的翁，免怎？我觉得这是属实的问题嘛。啊，这圣经内底是安怎教示呢？后来，这个我感觉有一个神学家，伊讲了真好。伊讲啥？伊就引用一个先神学家。迄人叫做卡尔样，吼，瑞士的一个精神学家，一个真好的基督徒。伊讲啥？讲即使我若欣赏人的翁，我欣赏伊人的翁，我若也是我欣赏人的某，安尼有罪无？无罪。啊，你其实人欣赏伫咧，这样别人的你，因为吼贪恋甲欣赏无共，贪恋就是我心内。操心背包，非得不可。这样要个，我每日拢想，啊，就想要来夺回来，就想要来，我想要引诱，就想要拐诱，就想要破坏因的家庭，就想要啥？啊，这叫做贪恋啦，啊，含欣赏无共啦。所以咱基督徒应该是爱欣赏，看咱的兄弟，看咱的姊妹，伊的心中有上帝真美妙的地位，伊有上帝予伊的恩赐。伊有上帝予伊的才能，伊有发展出上帝这物件，我值得我欣赏。我因为安尼，为着伊来学了上帝，为着伊来感恩，我无必要怨妒讲，啊，是安因翁较会娶迄个好某，啊，阮某咧，了解意思无？啊，现在敢会嫁好翁咧，是人头班长。啊，大嫁好翁，我实在好，啊，我是哎哟，阮翁着低高有，咱因翁着啥物话？这袂使安定。意思讲，我为着伊有诶这美德，我来感谢上帝，我来欢喜，我来为着伊诶翁婿，还是伊诶夫人来欢喜，安了解无？啊，所以吼，人来学了讲啊，恁翁啊，恁就讲赞，你诶眼光好，但是我阁愈好。了解无？我阁愈好，啊！而且我阁较强，我先得到啊！就互相安尼啊。第二项，伊讲迄个解决的方式安怎讲？这个卡样讲吼，
我若设思想欣赏一个人伊的才能、甲伊的温素、甲伊的气质，啊，甲伊的啥物物件的时阵吼，其实是我嘛有，我著有嘛，毋得会欣赏嘛。啊，我有，但是我现在较会无咧，就是我情绪去用字咧，对毋对？譬如讲，我欣赏即个姊妹做画图，迄周老师教我画图画得遮水啦。我看伊的本图，佮比伊个翕相个水。啊，我翕哇，遮欣赏，遮伊的图遮水。减在我真细汉，我就是足想要画图的。但是我阮爸母讲，读册啦，画图要出门食伊。阮一个同学真正咧足我画图的啊！啊，因老爸讲三一两包，你让我食落，你让我食落，靠你读。我咧同学足气的。我同学调讲，启峰，恁爸毋捌字有够好名，讲啥好名？阮爸代代化工系啦，因老爸就代代化工系，化工手食落，啊都无，你老读书。哎呀，所以含我甘班咧气甲定咧对心肝。后来我欣赏一个搞画图人，其实是我嘛真意爱画图，我嘛有这个画图温素，但是我去互人啥忽略，还是我去互人啥拢无，无要紧。食老的时，迄时讲做老师我身体无咧，我嘛没画图咧，对不对？哎，黄老师嘛有咧，介绍老师，啊，你下晡啥个来用啊？迄周老师较早吼，就足爱画图啊，但是伊咧教册、佮家庭、佮教学、佮家庭、佮研究、佮辅导学生，他有法度画咧，啊，体有了较画，安了解意思吼。我欣赏即个姊妹，我欣赏即个兄弟，我为着伊毋通伊学了，我嘛想讲哦，我是毋是我若有即方面的迄落？哎，我嘛会当来学习，我嘛会当安尼到遮嘛咧，安了解吼。啊，莫佮受伤一大堆，哦，这是迄个这10条界的典半句。啊，到尾啊，伊讲啥呢？咱即个10条界意思讲，我用真纯洁的目光、的态度来欣赏，互我来欣赏别人的某甲翁了后，我得爱用真健康的看法，设使我若有无共款的意念，即个内面的动物性啦，万一若走出来，有无？有啦，若走出来的时阵，啥物方法？圣经教示咱吼，就是用约瑟的方法。约瑟拄着啥？拄着伊的老头家娘嘛，伊的头家娘是啥物名？我讲做波霸，波提华的太太啊！哦，我逐日第一呢，洗目尾，是毋是安尼？洗目尾个洗到尾啊咧，到尾开始用喙，对毋对？用喙齿来引诱，啊，到尾咧，逐日踮啊讲，啊，叫约瑟安怎？约瑟全伊建国伊随闪，建国随闪，闪到尾也无法度啊！伊全即个菩提法的负责人全自从啥？伊所有的萝卜拢总切欠了无半个人。啊，约瑟伊外口入来时，就来踮啊欢呼，我要死啊啦！救命的啦！我要死啊啦！救命的啦！啊，约瑟讲：哎呦，拜托你内底遮侪奴婢啊！我甲你讲，无啦，伊拢无伫啦！我要死啊！入去，伊入去的时阵啥？全为约瑟的3斤6个，你要将无？你若无将我3裤跳开，讲你老中间，这是有够坏，对不对？约瑟讲啥？约瑟全都揪伊啊，规个3裤揪落来，全揪来，全约瑟全裸奔啦，全走出去，啊，还互现抓着啦，啊，就我就不爱做就不爱做，吼啊，所以咱若拄着迄个时阵，查甫人是为目睭来，为目睭看到较引起淫念，啊，淫念若个有踮内底变咱架棍安尼，这就是啥？大便嘛。啊，大便踮遐烂趖，应该是献暗节的时阵，这下晡时礼拜的时阵，毋去礼拜，走去世界烂趖，啊，看到人咧献躯，啊，看一百多啊，佮一直看，啊，看佮流烂，啊，佮伊叫人来，吼，佮探听啥物人，佮叫人来，哇，一堆安尼，啊，所以这就是一步一步就对了。所以若是有这个淫念的时阵，赶紧闪，安了解吼。所以吼，咱爱叫咱这小囝吼。毋通哦，实在讲啦，美国即马吼，你看巴菲特甲比尔盖茨因啦，因严罚因的囝若无满16岁，无爱互因 smart cellphone。smart cellphone 是啥？智慧型的手机啊。因为安怎呢？因为你上网络了，你就无界限啊嘛，逐项拢有啊。啊，你互一个囡仔，遮细汉袂晓分别的时阵，
啊，目睭看到遮侪歹的物件，啊，足侪歹的念头，你要害死伊啊！你了解吼？啊，所以这就是第三开。第二项就是转念，转什么念的意思？就讲啊，我拄着的时候，我就想讲啊，这是上帝所创造的，这是上帝所创造的，这是上帝所尊重的姊妹啊兄弟，这是别人的妇人人，还是别人的翁，这是真正，这我袂使当作出埃及去安尼，这毋是交换品啦，毋是用钱当买啦，啊，也毋是用什么啊？这是圣洁的，伊甲因翁的婚姻圣洁的，所以我就用安尼，我的听是纯洁的，安尼来对待。这就是这个10条戒的第10条，10条戒的第10条戒的顶部分。咱来看后壁的第2部分，就是讲人的躯体残垣心乐伊的员工，咱毋通去人贪，吼，而且人迄个生产器具，咱知影吼，全世界上贪的就是一人啦，好，伊安尼伊人一种万几间工厂拢互占去，拢并吞去，迄什么人？郭台铭啊，郭台铭，迄种啊，伊即种的，这个10条戒的后半部讲啥？讲咱含这个第8条戒有啥差别？饕餮啦，饕餮是已经用行动当客还是抢劫？啊，第10条戒讲毋是。你还未做进前，你的心内已经充满吓到要死啦！啊，无体袂使啦！啊，请问诶，人亲接物件，拢先为心内先吓啦。阿合，咱知影阿合王啊，撒玛利亚阿合王，伊的残垣几百家的，啊，得看到迄个隔壁一个葡萄园，啊，1-2分地尔，啊，看一个他妈流喙烂。啊，是安怎边种的？啊，别人咱种啊遐水，葡萄园遐大粒，啊，阮的是安尼葡萄是遐歹，所以伊咧探听这3人个哦，哪边，啊，就在讲哪边卖我，哪边讲无啊？这阮做工的我袂使卖啊，我这照圣经的道理，照上帝教示我袂使卖，袂使卖，啊，怎等于啥？等于种起屁面，啊，面拗面臭，啊，因某就讲，也说别讲，啊，你是咧耍坏啦，激什么歹面腔？无啦，我就爱伊那边迄度，啊，讲到来，讲到好啊，我那个可怜啊，我无采做王啦，人要插我啦，啊，这就是贪心贪到的程度，啊，所以就用假冒都那害死。连圣经来咧讲对不对？圣经讲到一样代志是啥？上帝咱照着先知以亚去来讲，你已经犯了上帝的戒，你无悔改，你杀人，你抢劫。你到尾啊，你的罪安怎？换一句话讲，上帝的神圣的话语来讲，你贪什么物件，你所付出的代价，毋是你，佮甲你的妇人人，甲你的一家人，行的拢超过100倍啦。了解吼？譬如讲说，这个大鼻王为拔示巴夺来，佮照刀杀人。佮照啥？照约阿伯刀开始这乌利亚，请问诶，先知在安怎讲？讲你含伊生的囝的确爱死，啊！你明明你暗前做这样代志，以后你的某、你的妻妾，会伫光天白日，互人在中间，有无？因囝反叛啦，对不对？叶沙龙安尼，啊刀剑无离开你的家，你人照刀杀人，你啊伊到尾啊咧，伊即马伊一世人拢要约到吹死，约啊吧，约我讲你照我的刀杀人，啊你的手柄拢伫我手中，我叫你安怎你安怎，啊所以这一个王煞咱一世人，所以地教你讲迄大鼻龙要死之前，打迄。但囝迄个所罗门讲：拜托的啦，我一世人拢要我吹死啦，你得爱替我报仇啦，了解无？所以一世人一个王都毋成王啊！啊，到尾啊，伊下半生，敢若算一个查某呢，下半生拢安流浪，啊，世界互拍，互侮辱，反正啊，刀啥？无彩伊较早少年的时阵，伊无做过失，
去互色勒王追杀，上帝保护伊。爱抵到伊犯罪的时阵，无法度，对不对？所以安尼了解吼，贪心这是上帝来讲袂使呢。了后，这个真正这个意思是讲，上帝叫咱莫贪心，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讲，咱袂使，咱应该哦，咱袂使拥有财团啦，对人的厝地对啥，也是政府啦。啊，大概我同学偌侪人欣赏啥？人咧大量哦，人咧起路咧啥玩意，偌紧人世界都过。啊，我有亲身去上海啊，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哦哟，啊，当地人哦，有目屎都无地流啦。啊，台湾都慢啊，啊，请问诶，啊，公关咧在占去，你有效无？我有一个同学，我有一个教会会友，伫台中，伊伫台中高工头前因公爱30家。互政府摕去做边工厂，赔有钱无？有赔因无？哈！所以因一世人安尼气甲啊！所以圣经内底讲，无论是军力，还是政府，还是财团，拢袂使。其实哦，我昨嘛咧一直想一个问题：咱教会以后愈来愈成长，会愈来愈所谓规模愈来愈好。但是咱千万袂使有别人样啊！所以有人来教会啊，即届有2、3个讲啊，我咧找教会，我讲掂，我讲啊，你来阮教会啦，我讲掂伊。虽然来遮做礼拜几啊摆啊，我掂伊。我咧找教会啊，我要3万啊，我要3万。我说，因为吼无必要安尼啊。我会记我较早第一摆来遮牧会的时吼，咱的青年做到30、40个，互迄三德顶落互一寡青年啊。因为那个夏令营要过来，10几个要过来，我你莫倒来，我无欢迎，因为你安尼，无欢迎，你踮恁教会头，踮教会头，因为这教会呐，迄个以后功能愈大，啊，一个会友嘛讲，但牧师我讲实在坦白的啦，我的囡仔要上几年啊，啊，恁遮都无这个功能，我去别个教会。安尼大家吼，规个教会拢无法度，所以这贪婪内底，咱来了解，袂使安尼。后来，即个要咱对抗这个贪心哦，咱爱对抗2项啊。一项就是这个外口这个电视的广告愈来愈多，假设你若无这个物件，就袂活啊。啊，广告，尤其这个国中的囡仔，读这出慢慢有比有评啊。啊，所以我伫台北看到迄囡仔呢，5年互伊 iPad， 佮互伊 iPhone。你互伊这要创啥？你害死这囡仔！伊讲我厝暗人有比有骗啊，我无较输人啊！害死这囡仔！全教会也来做礼拜拢在安尼。我大讲话安尼。啊，咪做伙食饭嘛呢？我讲哎呀，我做伙食饭啊，莫啦，看我一个啦。好啦，你讲啦，我拢有在听。啊，规个拢人际甲人格拢扭曲去。何必人比评这咧？要比评清查，要比评啥物啊？啊，所以我一个姊妹讲哦，是真趣味，咱无必要比评啦。一个姊妹我引导做礼拜，伊做礼拜看来做多，嚯，你们家是豪宅啊，我们家是豪宅。不过虽然豪宅不错，我们家豪宅也很温馨。无必要比评，人比评啦，啊，万多啦。啊，感觉无这个消费的迄落，愈来愈多。啊，逐项拢爱啥？煞看流行啦，看流行啊，会穿一套啊啦，会穿一套啊。我今衫穿几年啊？14年啊，14年。阮教有一个姊妹咧做，因兜咧开裁缝的，咧做裁缝的做衫。讲牧师，你甲几年尔？替我做一边头做10几年。我遐济啊，我穿袂了，我感觉按倒啊嘛，买偌济。迄个我打丰富母的时阵，林贵婆老师吼买互安遐衫，我即要甲你穿啦。我特别，我穿的时候，我感觉足感恩的。安尼按倒好啦，感觉比较咧比评咧流行伊。我第一次流行，第一次问讲，这我西班牙人送的，这主教送的，这我迄对安尼舞这，一届我有一个在我比，我讲你就是无来用，我来比外口的。
伊就气到都奇怪，无必要批评这啦。人应该得满足啦。上帝赏赐予我的，我爱满足。这你若有机会哦，诗篇16篇加减啊看，向上帝所赏赐予我的产业，实在极其的水，好坐落伫美妙的所在，对不对？哦，论到神的百姓，请问神的百姓是啥？上帝的囝儿，神的百姓，尤其是啥？你的妇人人，你的翁婿，就是恁伫上帝的圣坛面头前，立约、誓约、分别做成的。你要看伊做你所喜爱的，还是上帝所喜爱的？啊，上帝互你的囝，你嘛爱喜爱你所喜爱的，安尼较对啦。盲定讲吼，看别人讲遮好，我真细汉就足艰苦的。我若见食暗顿坐咧哦，阮老爸就开始讲12个人。讲我的同学啊，我的厝边，人迄人安怎，人比你较好，你无路用啊你，啊，佮讲讲啦，你无效啦你，啊，佮讲啊你了然啦你，啊你我逐项个，阮后壁咧诗人咧，讲话拢无共咧，拢会押韵个倒句咧，啊，讲了是讲你无效，你10个换人一个嘛无爱，人嘛无爱，讲我10个换一个无爱，啊，我讲我嘛无爱，哦，你是白目个你啊，啊，讲这啊，逐日人有比无平。我会记得我做囡仔是有够瘦的，我小我4年，才20公斤，20公斤，真正。我读到高一啦，我读到高一啦，身悬170的时，我52公斤尔，迄阵腰拢26。我老爸讲：你山高下猪人，有互你食袂水，无了你食的。你山产去熬涉水，去食遐水，讲即个话，啊，咱比拼，啊，哇，这无必要。咱逐个人拢是特殊的。上帝赏赐予你的妇人人，是上帝认为上好的，你嘛感觉上水。啊，互我的细囝上好的，安就好啊。啊，无必要当啊批评。啊，大家拢来满足。若上帝无要予你的，你若是目前无予你的，但是是水果好的，你会再欣赏。所以 ambition 这字吼真趣味啊，会当翻作是雄心好的。企图，嘛咱翻做野心。伫上帝讲，若非分的是野心，野心的想莫想。咱用上帝互咱做知足，来感恩，来欢喜。咱三个来祈祷，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每一个家庭，拢真正欢喜喜爱家己的丈夫，还是妇人人。愿用你所赏赐的做满足，阮会当来学乐。会当来感谢，会当来祝福因。主，愿求你帮助阮，啊，为着阮的细囝，阮来感觉真大的满足。求主你也赏赐阮的教会，成做一个知足的教会，搁再真正有企图心，来为着这未信这人，来得到因的灵魂，带领因来信主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无搁对别个教会的人笑想人来阮的教会。求主你带领阮，阮安尼祈祷。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